来继续来看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，嘛是高雄市的前议员陈志忠，因为洗钱甲伪证等罪，被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。入狱将近9个月了后，申请假释，昨通过了。昨暝，陈志忠的太太黄瑞珍驶车到高雄第2监狱的头前来等待，载陈志忠做伙返去过年。 昨暝8点，陈志忠行出高雄第2监狱，面对所有问题，伊敢若讲多谢2字。我爸爸那边啊，谢谢啊哈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这些都是你狱中看的书吗？谢谢，好，就这样。派生活用品2手关是2大地车，无亲人来协助。 陈志忠行向一台自家用的车，物件放好了后，透过窗门一个看，来接伊的是因太太黄瑞珍，伊亲身驶车来接红婿转去。有没有跟支持者想要说什么话？官司拍真侪年的龙潭买地案件，甲南港的展览馆的案件，陈志忠因为协助因老母吴淑珍，以海外口座洗钱2亿5千万。去年4月，何法院依照洗钱罪甲伪证罪，判1年2个月有期徒刑确定。当时少年高雄市议员的陈志忠被解职入狱。入狱前，伫面册有留一篇128字的文章，伊甲支持者讲再见甲感谢，嘛表示讲为高雄拍拼、为台湾奋战的心永远未改变。 借过一下，记者，借过一下。去年5月11日，陈志忠剃一个平头啊，家己去高雄地检署报到入监服刑，当时有6150万的罚金，今麦服刑将近9个月。陈志忠伫6年进前提出假释的申请，检政署考虑伊伫狱中的表现真好，服刑日嘛已经超过刑期的1/2，切5核准假释。 切6高院裁准交付保护管束，伫铁通度过272天的陈志忠正式出家转去，牢狱生活结束。未来陈志忠逐个月拢会定期到地检署的观护人士报到，一直到假释期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